用脑过度伤神，用力过度伤身，用色过度伤气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喂，美娟啊，阿伯，你哪会休困啊？系啊，就是困袂去，毋知昨日姨妈因咧开讲。阿伯，你今摆身体好无？有啦，等下拢好势好势啊，无要紧啊啦。你咧哈？我真好啊。美娟啊，你老母咧，敢拢安拢无消无息？是啊，还袂找到啦。哎，安奈安尼啦，是讲哦，你甲志忠甲恁阿爸讲，讲阿伯哦，叫人四月去走闯，叫人去四月去找啊，若有找到人哦，就会甲恁通知，叫免烦恼。阿伯，我知影啦。美娟啊，我听你的声，你是咧哭的哦？但你是安怎？你若我冤家，还是你受啥物委屈？甲阿伯讲。不是啦，因为我听到阿伯的声，我对新娘较早，甲阿伯、阿姨还有姨妈都斗阵的日子，我就……哎呀，美娟啊，较早吼，你从姨妈、从阿伯啊，到恁阿姨住做伙的时阵，拢阮咧念你，拢阮咧管你。但即马你嘛嫁翁啊，有翁婿人你通啊听通，你应当爱欢喜，毋则对，哪会咧哭？毋通哭啦，毋通哭，吼。也毋过我即摆就想恁呢，我就是要搬转去甲恁做阵大。哎呦，那阿伯遮就那你就外家厝的，你若有闲，你就随时会当转来，吼。莫哭啦，是讲志忠的哈。也袂转来。啊，要转来？他即马3更半暝啊，我等一去倒啦。伊即摆逐工拢来加班，有当时啊天光才会转来。哦，美娟啊，志忠哦，就安那算骨力。少年人，当下咧做头路吼，一定要较无闲。你莫唔通想遐多，吼，做人的牵手的吼，就爱较会晓想咧，较
人讲吼，某若会伶俐翁就会长智，知无？知。啊无，过2工后我会招恁姨妈等去大遐厝看你啦，吼。啊，等暗暝懵啊，无好困啊，吼。美观是讲啥？美观就安尼，目梢来目屎滴啦，我听着安心肝伊安足艰苦，还都昨天到即嘛找无人啦。志中过爱去食头路，有当时才3更半暝，天光才转来，家一个查某人，咱嘛毋知要安怎。我若想到因迄口罩哦，心肝头就安艰苦一寡。淑珍，这个离开厝安尼个外家，人走去倒位也毋知影，现找都找无。啊，这个查某人哪遐熬走，是走去倒位？唉。阿母啊，我有一个想法啦吼，我讲看卖，你看安怎吼？好啊，你讲啊。我是咧想讲吼，无安尼啦，归期咱等下大校厝住，好无？你哪有这款想法？阿母啊，即摆吼，好你甲知影，天公伯啊，听通话，我落去地府，惊一逝，可倒转来，我死无去。这阵仔我想有够多啊啦，人哦，当时要去毋知影啦，到路尾嘛是黄土一堆，计较遐多要创啊？较早我是哪有讲过，讲我袂搁踏入去大厦厝一脚步，我袂转去。不过这阵仔大厦厝因吼，昨天即马也无快人，也毋知伫倒位，建昌搁中风伫咧，也袂方便，也袂当出去找。搁志中即马咧上班，要搁出去找伊，真正也买袂得来啦。准备管一个查某仔人，伊敢真正有法度？我想讲哦，无咱搬转来大厦厝住，代志甲处理好圆满，莫讲咱互因一间厝安尼咧如苍苍。母啊，咱讲实的啦，我嘛是算讲单家子孙啦。我咧想讲，厝后我若8岁年老去了后，我安尼甲大厦厝等的，毋管做工走马，一定会加怨叹的啦。讲我吼无甲处理好势，我看安尼好无？好是真好啦，也毋过咱若等去大厦厝住，阿妹也要安怎？阿妹啊是我的客查某囝，嘛是你的客查某孙，当然嘛要缀咱等去大厦厝，对无？阿妹吼，安尼敢好？万一倒一天淑珍若转来，若看到阿妹住咧大厦厝，毋着搁再惹麻烦。阿爸、阿妈，你毋要考虑我啦。你若要搬转来吼，恁做恁搬转来，我会当家一人住喺遮，有闲我再转去大厦厝看恁就好啊。哦，好袂？阿伯，这是今仔日4月来的，好，请你，你要收好诶。好好，谢谢。我后礼拜再过来哦。好，来。哦，桑啊，我住伫遮嘛过偌月啊，我看你逐工吼过同款的日子，你敢会感觉讲足孤单的哈？孤单？我早就袂记啥物叫做孤单啦。敢讲你无亲戚朋友哦？有啊，我有一个后生，佫有新妇，而且我嘛有孙呢。因呢？我哪会拢无看到因来看你哈？敢讲恁囝伊不爱插你，放你一个人伫遮哦，伤歹当顾惜哦。哎呦，甲伤歹人顾惜，哪有啥物唔好啦？你甲看，这以后，嘛是我害伤歹人从遐收转来呢。你看，佫真好坐，佫真好势，佫内底遐桌啊啦，有当时遐柜啊迄个我伤歹人顾惜的呢。若用的咱就留起来用。若迄个袂用的，迄个啥物纸啦，是迄个啥物铁片啦，迄个使摕去卖，安尼
有钱通赚，阁有物件通用，1.25呢。啊，若恁遮好业人哦，迄物件还袂用歹哦，着安尼等去送。哎哟，真讨债，你知唔？所以恁遮哦，拢袂了解哦，阮这善良人的心情哦。哦啥？嘿，我也是想无呢。啊，恁囝吼，啊，甲恁新妇，啊，哪会放心你家己一个人伫遮啦？啊，你也红婿咧？红婿，有当时啊，我咧想讲哦，天公伯啊，我目睭无看，对我来讲，凡事嘛是一件好代志。我安尼目睭无看哦，我看着我家己的红婿哦，我较袂受到一寡痛苦的代志。你是讲，我目睭会青眉哦，也是因为阮红婿的关系。是讲哦，这也是过去的代志啊啦。但即嘛，阮囝也大汉啦，以后有家己的家庭，我的义务啊已经拢尽完啦。我即嘛敢若想讲，我来当家己一个人安尼哦，安安静静来过日子，安尼我就真欢喜啊。过这款的日子，恁囝哪会当互伊的阿母来过这款的日子啦？这款的日子哪有啥物要紧啦？啊，当哦，我是毋甘讲哦，阮囝安尼为着我，逐工来甲伊的某安尼冤家啦，安尼为着我一个老母，互因安尼无幸福无快乐，我心肝咧嘛是毋甘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你嘛应该有红婿有囝儿啊，啊，你若已经出来过外月啊，伊拢袂找你哦。志忠，你转去。你人伫遮，心无伫遮，你留来，我嘛加艰苦的。因为最近我厝内底发生足侪代志的，我毋敢无迄款心情。我知影，你紧转去。啊，毋过我……你放心，我袂甲恁某讲。查甫人拢同款，到遮毋敢承认。第一名戏出大遐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遐厝。有一起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你今仔再带我回来。今早问你，无聊你落来加班无？一个有下话，我感觉你拢无用心来找恁阿母啊。加班比找阿母较重要吼。但记得，恁若无想要回来袂要紧，恁若无想要看到我嘛无要紧。也毋过家己请大汉的阿母，恁若继续加班也无爱管，你是会受着报应。你是安怎知影无咧找阿母？我逐工透早出门就咧找阿母，我逐工接我回来嘛咧找阿母。我伫公司上班的时阵，我嘛利用时间咧找阿母，我就习惯咧探听。我报告啦，你若感觉你家己的良心会得过安尼就好啊。你就是安尼啦！你敢知我是安怎这么讨厌回来这间厝？我就是一爱回来，就爱看你的面色，就爱听你讲话的口气，我就感觉讲我回来这是要创啥？敢回来甲你冤家了？阿母的代志我已经感觉足烦的，我已经无想要继续甲你。我知影，你无希望继续甲我生活落去啊，所以你才会逐工在公司加班，遐尔晚才回来。因为恁总经理会当安慰你，拢袂甲你冤家啊。
你我讲的敢有唔对心？你敢有亲目睭看到？敢讲你希望我亲目睭看到心？敢讲你想要看我离开这间厝，你敢会欢喜哦？假是你的，你也想要去倒就去倒，啥有哪都来走倒。搁再讲，你的心也是我摕遮，道理嘛好，李冠，我希望你永远会记，是你逼我离开的。你是当走去倒？你毋是转去啊？那个走转来找我。我毋是有你锁匙，你还搁试点。你莫讲啊！我拜托你拢莫搁讲啊！你莫讲。好啦，我莫讲，我想我莫讲。手看到，你讲我无亲目睭看到，我即摆已经看到。是着，啥要去骗我？我即摆开始，我承认你是我阿嫂。阿爸。你哪妈困啊？是啊，拄则我伫咧楼顶吼，甲伊开讲，伊讲伊忝啊，要先休困啊。阿爸，你拄则好尔，来坐落来休困啊。哦。阿爸，我感觉吼，自从你出院了后，变足济呢。敢有？我毋是拢共款。我感觉吼，你即马较袂遐尔激动，脾气吼嘛袂像以前遐尔大，讲话嘛加足温柔的哦。煞毋知哦，做嘢啦，老啊啦。你敢毋知影？阿爸今年加几岁啊？60岁安尼。人讲吼，60往后才知影天悬地高。人吼有当啊活像一架子，代志哪有啥通啊计较的啦？阿爸，我毋准你讲老，你哦一定会当食饱哩，会当搁活一架子。100字哦，我毋敢小想。唉，我甲人问讲吼，在我要转去之前，我安尼拢无挂碍，拢无烦恼，甲人拢无长底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阿爸，你管这啊？你管？你管这啊？你是安怎啦？面相哪遮歹看？来，这，你来真走来啦！这是安怎？阿伯，我想要带我阿爸转来遮住，我无想要转去东港，我无想要搁住大廈厝。阿伯，你互转来带我无阿伯？你了讲，我用暗敲电话的时阵，毋是啊好，哪会用安尼啦？这是啥物代志？后尾讲，后尾替你出水，哦。这拢是安怎？你外口有查某啦？啊？第一名戏出大廈厝，感謝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繼續捧場。拜一到拜五中晝12點，大廈厝，讚！这拢是安怎？你外口有查某啦？啊？外口有查某？敢有影呢？你是有亲目睭看，你无亲目睭看，人无白讲呢，这安尼唔好呢。阿伯，我就是因为有亲目睭看到，我唔才会甲你讲。有影？是伫倒啦？天总经理啦。
啊，你讲伊查面总经理？这已经不是头一遍啦。伊逐工都甲我讲伊要加班，结果伊拢连总经理厝来加班。那阿妹，我已经决定，我要甲伊离婚。啊！我无法度甲伊继续生活落去，若继续落去，我会更加艰苦。哎呀，你管啦，免哪用你讲离婚咧？啊，找因那人当就讲离婚，咱袂用你啦。你著吼，看伊伫什么所在，你甲阿伯讲哦，我来甲问看卖，凡事之中有什么苦楚嘛？无一定。阿伯，你对我讲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苦楚？你想摆阿伯讲，你著带我来去，该当你也唔对的吼，阿伯会甲骂啦。我无想要看到因两个人啊！你带我来去就对啦，你管。阿伯，听我讲啦，你带我来去，我甲问我清楚啦。行，来去。这个代志哦，唔通互你阿妈知影，知唔知？啊，我转来看咯，才去讲嘿。好，行，你管啦，行啦，行啦。阿爸细点吼。好。你是不是甲美国冤家？有恁爱搁早倒来找我？拜托你莫搁讲着伊啊，好无？我拜托你莫搁讲伊啊，好无？好，我莫讲。这样晚会是啥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